好，请问爱办理乜嘅？阮是学校单位，想爱申请重梯。请问爱做哪个重梯？阮想做音乐厅。也是你嘅驾驶表，请叫说我爱使用嘅重梯时间、日期、和爱纳保证金。几好咧，也是保证金。好，将登记好势咧，也是应该收据。另外，俺嘅重梯租借唔止是得线上办理，还是得线上纳钱，下一摆就唔是个交易费。食材很方便哦，老人。看你亲近客，你向我哋先来认识一下几个重要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得见冇？学校、学校、重梯、场地、驾驶表、收费表、时间、时段、日期、日期、保证金、保证金、线上、线上。接下来，我哋来学到接送用到嘅机器。请问要做哪个重梯？请问要租借哪一个场地？请问要租借哪一个重梯场地？请问要租哪个重梯？请问要租借哪一个场地？这是你嘅驾驶表，这是这里的收费表。这是这是你嘅这里的驾驶表，收费表。这是你嘅驾驶表，这是这里的收费表。请纠正我使用嘅重梯时间、日期，和我纳保证金。请纠正我使用嘅重梯时间、日期，和我纳保证金。请勾选你要使用的场地、时段、日期，还要缴保证金。请纠正，请勾选你爱使用嘅，你要使用的重梯、场地、时间、时段、日期、日期，和爱还要纳缴保证金、保证金。请纠正我使用嘅重梯时间、日期，和我纳保证金。请纠正我使用嘅重梯时间、日期，和我纳保证金。请勾选你要使用的场地、时段、日期，还要缴保证金。